澳門有不少老舊樓宇潛藏公共安全危機，政府進一步放寬樓宇維修基金資助範圍與額度，以推動業主做好樓宇保養。有業界關注政策執行難問題。今次咧，政府就係佢有4個維修資助嘅，咁其中咧佢就將3個維修資助咧就適當去調整咗。咁第一個咧係樓宇維修資助計劃，樓宇維修資助計劃咧同埋一個模式貸款咧，過往咧係每一戶咧係6500蚊，咁而家係增加到7200蚊，咁就按戶數嚟計算嘅，咁就一個。咁第二個咧就係增加咗呢個外牆。即係將外牆咧就列作為維修資助計劃，過往咧外牆咧就唔列作維修資助計劃嘅。咁第三咧就係 M 級同埋 P 級，30年以上7層以下啲樓宇咧，就作為一個嘅外牆咧列入埋呢一個維修資助。呢個修改方案咧，我哋都係認同嘅，即係政府能夠適時咁樣咧，針對翻我哋喺日常一啲維修資助上面出啲問題啊。能夠適時去調整一啲資助嘅金額同埋資助嘅一啲嘅方案咧，呢個係好嘅。咁有一樣嘢咧，就係我哋要擔心嘅就係政府咧將外牆列作為呢一個嘅受資助範圍，但係我哋開業主大會嘅時候咧，要2/3通過先可以申請到呢個資助。咁所以我哋擔心咧，雖然係有呢個資助喺度，但係咧即係要通過一個咁高份額嘅決議先至能夠申請到個資助咧，咁呢個形同於雞肋咯，即係變咗你有呢個資助，但我申請唔到，因為我冇咁多業主參加會議，咁呢個咧係我哋覺得就係政府如果真係要做呢一個資助嘅時候咧，喺相關嘅更新工程嘅範圍裏邊一啲項目要剔除出嚟，即係要呢一個嘅外牆唔係作為更新工程先得，否則咧就好難攞到呢個資助咯。另外咧就係要加快一啲嘅審批嘅手續啦，即係好多時咧而家我哋要開完大會之後要俾房局又要經過工務局先，工務局審批咗之後到房局再審批，呢度一來一回咧要3-4個月先至能夠咧去做到呢一個維修。咁希望咧政府喺呢一個嘅有咗呢個資助之外咧，相關嘅配套啊、設施啊，甚至手續方面咧，都應該係要完善一下。